Mau tuhna tayal laukah takwara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豌豆，这个是温岛，豌豆，你可以叫我烟岛，烟岛。豌豆。海总，我们今天怎么样？等一下我们就先烤肉，烤肉搭帐篷，然后很简单啊，露营，很正常。对。哦，先晒太烤肉啊！我知道导演的想法，叫烤肉就是晒太阳的意思啦。烤肉就是晒太阳，有没有？一起抗议啊！一起看，今天 OK 啊。剪轻松一点，剪轻松一点，漂亮比较重要，跳舞不重要。等一下啊！来准备啊！开心最重要。哎。站稳，1、2、3，其实熟很多了嘛。哦，全部都变成九族文化村了。手出去再进来2、3次，来，现在出去哈。走出去。哎，我们出去的时候手往上面出，然后双手。好有趣的角度哦。